歡迎收睇節風暴消息。1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，表示有一個熱帶船喺香港約800公里範圍內可能影響本港。喺下午9點，強烈熱帶風暴麥德姆集結香港之東南約730公里，即喺北緯17.6度、東經119.1度附近。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約25公里，橫過南海中北部並逐漸增強。睇下大船路徑圖，麥德姆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105公里。預料麥德姆今晚及明早會與本港保持約500公里或以上距離。1號戒備信號會喺明日中午前維持。按照現時預測，麥德姆會逐步增強並靠近雷州半島至海南島東部一帶。本港風勢明日稍後將逐漸增強，天文台會考慮喺明日下午初時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隨後天文台將視乎麥德姆嘅強度、其烈風區與珠江口嘅距離及本地風力變化，評估是否需要改發更高熱帶船警告信號。預料本港明日間仍然酷熱，受麥德姆嘅外圍雨帶影響，明日稍後有幾陣狂風驟雨及雷暴。星期日初時驟雨較多，海有蕩及湧浪，請沿岸邊及停止水上活動。預測大致天晴，明日最低氣溫約27度，日間酷熱，市區最高氣溫約33度，新界再高1-2度，吹和緩東至東北風。明日稍後風勢增強，漸轉多雲，有幾陣狂風驟雨及雷暴，海有蕩及湧浪。展望星期日風勢頗大，海有蕩及湧浪，有幾陣狂風驟雨，初時驟雨較多。中秋節及隨後2日部分時間陽光，有1-2陣驟雨。今次嘅風暴消息報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